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8月14日，你说 You say， 我说了算。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7章18到29节。RPG 我们要祷告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7章28节。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有一位戴德生，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他说的这一段话说，信靠他的人，神永远给他出路，也不将超出他能承担的试探加给他，这就是神信实的一个明证。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卫想要为与他同在的神盖圣殿，但神在昨天透过先知拿单告诉大卫，不是你来盖那我会跟你约定。所谓的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后来要承续他的这个整个家族的，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立直到永远。这个其实已经讲到了耶稣基督，也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全然无罪，可以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的耶稣基督，来实现神在大卫之约永恒的承诺我们的神永恒的承诺就是他说了算我们的主只要说了算，我们真的就是顺服吧。那是心甘情愿还是不情愿呢？我们看到今天开始，大卫听了神的话以后，他就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这样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到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神。然后这其实是大卫的一首诗他回应神的给他的祝福，他写的一首诗。刚刚叶牧师已经读了几次主耶和华，在25节又有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行我们算一算算一算有几次说到主耶和华完全的数字。对了，我们的神是完全的，是完全的。那么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竟然可以被神使用。所以大卫呢，他在这个他的诗里面，他称他自己是什么？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王了可是他这个时候他称他自己是什么？在19节，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仆人的家。20节，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21节，你行这大事使你的仆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仆人。几次大卫自己说自己10次他是仆人，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谦卑。因为大卫真知道耶和华率领的军队是帮助他战胜四围的敌人，因此他恭敬地称呼神是万军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真的何其大我想我们领受神的人真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不知道在哪里是神的恩典。我们是神的仆人，
这在旧约当中，我们一直说我们是神的仆人，当然耶稣也是一个仆人的领导的风范，只是耶稣他应验了耶和华上帝所说的，他要看我们为是他的儿女，所以他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都是他的儿女。昨天主耶和华也这样说道，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是神的儿女，但我们也是仆人哦。所以好不好，我们做神的儿女，不只是领受神一切的美好，继承他一切的儿女的职分，其实我们有更重要的，神儿女我们也是要成为众人的仆人。这是很有名的神学家说的，说我在一人之下，我本来是在神这位主之下，只在这一人之下，因为天上的父是我们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一人之下，但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活着的意义呼召，为了要完成这个，就是我们成为众人之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了算，我们愿不愿意把神说了算这个职分，仆人的职分也算进我们的人生的计划里，生涯的计划里呢？神赐福满满给我们，我们活出神儿女的职分，也是跟随神，尤其是跟随耶稣，我们要成为众人的仆人，特别要成为神福音的仆人，神福音大能让我们成为见证。除了我们去讲神福音大能的见证，我们更是跟随神，愿意顺服神说了算，因为他的话是真实的，他应许我们的是赐给仆人，赐给我们的，好不好？我们信靠他的，我们永远会有出路，真的，我们永远会有出路的，好不好？我们来信靠这位神，信靠他的人，神永远给他出路，也不将超过他能承担的试探加给他，这是神信实的一个明证哦。我们来默想大卫的祈祷，他所做的事反映出他不忘记神在历史上对以色列国的作为。我今日是否谨记神过往的恩典恩情呢？我们今天就来数算神的恩典，而且重新立志怎么样活出神儿女的那个美好呢？也成为众人的祝福呢？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使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精彩起来。即便我们遇到许多的困难，但主，你把我们圈在你的家里，我们不是外人。主啊，你在以弗所书你说，从此你们不再是外人或过客，你们与众圣徒一样，是天国的子民，是上帝家里的人。主，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主，我们就要活出天国子民的那样子的国格。我们是主你家里的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活出主你儿女的那个属神儿女的那种美好，使人羡慕成为你的儿女。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任何事情，我们就是为主而做。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我们算在你的拯救计划里。主，你说了算，我们愿意顺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
活出神的荣耀。神与我们同在哦，我们明天见。